苏州的鸡汤泡泡小馄饨有多少朋友吃过呢？今天呢，我刚好来市区办点事情。那么本来我想吃潘玉林的糖粥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家还没有开门。我也应该有好几年没有吃过他家的糖粥了。那么之前呢，他家是在皮市街的，他家的糖粥有多少朋友吃过的？然后我就来到了这一家林顿路上的绿杨馄饨店，我也一直来吃的。他家呢就是主打汤团、馄饨，锦孝馒头。我点了一个芝麻汤团，又点了一份泡泡小馄饨啊。那么我一个人的分量就差不多了。这位阿姨呢，她点了2个汤团，再加1碗大馄饨。她家这个汤啊，鸡汤啊，真的是很好喝，很鲜的。来吃的基本上都是老苏州，说明她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啊。里面的人呢，基本上到饭点的时候全部都是爆满的啊。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团，它的皮子很 Q 很糯的啊。然后我点的这个是芝麻的嘛，看一下这里面的芝麻的馅料有多少。我平时不是这样吃的啊，今天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馅料有多少，所以我把它放在一个小碟子里吃。这个汤团呢，它里面也是猪油芝麻，但是呢，吃到嘴巴里完全不腻，而且呢，它的口感甜度呢是刚刚好的，就是你吃到嘴巴里满口留香的那种。我正常不吃馄饨的话，我一个人要吃2到3个汤团。那么他家的汤团呢，我比较倾向于吃那个芝麻的，我还是比较推荐的。那么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可以过来尝一尝他家的馄饨和汤团啊。喜欢正宗苏州特色美食的朋友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